友啊公開咁樣叫嘟姐，令女方咧終於爆出驚人嘅內幕啊！一陣就有得睇㗎啦！尋晚係女方尾場嘅演唱會，嘟姐當然安坐觀眾席聽佢唱冧歌啦。女方仲揾嚟21年前雙星演唱會拍檔嘅學友上台合唱。唱家班女方苦練咗1個月啊，跳埋舞俾大家睇。不過鬼馬嘅學友咧就喺台上笑個老友噃。女方係真係一個只要企喺度唱歌就已經可以嘅歌手，真係。所以香港真係好難。你唔係咩笑我啊？頭先我見到你係咁啲，但係真係好難。即係係咯，乜都試下咯。係嘅，我哋俾啲掌聲佢真係。我完全有一個好新人嘅感覺啊！即係好似學友都話，你好似新人一樣喎。我就係中意嗰個感覺啊！因為你會緊張啊嘛，咁你又要驚跳舞啊，又要即係唔係成日做，咁你有嗰個緊張嘅心情咧，你又覺得自己好似一個新人咁樣，第一次踏上舞台嗰個感覺咧，其實係難能可貴嘅。同之前咁多晚嘅嘉賓一樣，學友咧亦好識做啊！一上台啊就吹結婚啦。你都就快有一個好愉快嘅家庭啦，兩個添一個好啦，兩個愉快家庭好辛苦，一個都唔夠。本來其實我今日嚟咧就諗住，哇，同女方咁耐冇喺個台上面，梗係唱翻嗰啲一雙手會牽，係咪先？即係唱翻嗰啲，可能大家會記得翻咁。後尾咧，我睇報紙咧，見到阿草蜢佢個個上嚟都係咁樣同佢講話，哎呀，祝佢結婚又成咁。咁於是我諗下，我都應該即係跟翻進，即係唱翻隻啱結婚嗰啲歌俾佢聽下，即係吹下佢咁順便。好多人話呢隻歌咧，其實咧就送俾咩人結婚都啱嘅。咁其實咧，我覺得呢隻歌其實就唔啱。呢個歌名叫《你的名字，我的姓氏》。喺呢個時候，不如就將個時間交俾你好嘛？但係如果我同女方結婚有問題咧，因為女方就叫方啊嘛。我係姓張，咁佢方張就唔係叫我啦。但係如果咧你同阿邊個結婚咧，即係呂鄭裕明，哇！幾似嗰啲總理嗰啲名。你係中結一結咯。喺嗰度都結結咯。有一曲你的名字我的姓氏冧爆嘟姐，亦令女方喺慶功宴上面爆出驚人嘅內幕啊！暗中進行咯，如果真係結婚嘅話。咦？如果咁講，你咪其實已經 plan 定㗎咯喎？你講到話已經選擇低調結婚啦。其實可能我已經註冊咗啦。係咯，因為學友都嗌阿嘟姐做呂鄭裕玲咯喎。咁呢個佢嗌得正確啊嘛，佢冇嗌咗你李裕玲就唔好啦，嗌啱佢嘅姓都應該啱㗎啦，我覺得冇問題。即係真係結咗㗎啦，係咪啊？我哋暗中已經心中結咗㗎啦，已經。我哋心有千千結啦，已經。係啊，恭喜晒啊，真係。學友咧真係風趣啊，連阿嘟姐都夠膽玩啊，真係鬼馬。不過講真，大家講起女方咧就會諗起阿嘟姐，就等於咧一講開阿黎明咧，大家係會諗起樂基兒㗎。